歡迎收聽 He Observe True 頻道。呢個係一個專注、真實同理性分析嘅新聞頻道。如果你覺得內容有價值，請你訂閱、點讚，支持我哋繼續報道。北角富豪飯堂結業，30萬一餐傳奇終結，星哥廚房告別9年神話。各位觀眾，呢單消息一出，真係令唔少識食之人心都離一離。北角一間被譽為富豪飯堂、隱世私房菜嘅星哥廚房，正式宣布營業到2026年3月31日就結業啦。講起呢間餐廳，唔係普通茶餐廳啊，係要會員制先入得場，門口貼滿名人合照，氣氛就好似低調版名人俱樂部。有網民話，唔係你有錢就食到，係要識門路先揾到門口。簡單講一句，有錢都未必食得到，仲要有關係。今次結業原因就好現實，租約期滿。係，冇錯，又係租。香港地，連隱世廚神都敵唔過租金呢隻大魔王。講返靈魂人物，星哥陳星，70幾歲人，但江湖地位一啲都唔輸蝕。入廚幾十年，80年代已經喺高級會所掌廚，仲試過去聯合國午餐會露兩手，一碟鮑魚撈麵搞掂過百位各國使節。呢啲唔係普通廚師，係外交級廚師。最誇張係佢曾經設計過一圍溫宮盛宴，盛惠接近30萬港元。一餐飯30萬，聽落好似誇張，但對某啲人嚟講，可能只係小確幸。6道菜，用料全部頂級，閩魚膠，兩頭大網爆，唔係食飯，係食身份，食故事，食面子。不過講真，網民反應都幾兩極。有熟客話，點心同私房菜都真係有水準，仲有人大讚五寶鴨入口即溶。但另一邊就有聲音話，環境似舊式酒樓，服務普通，翻譯成人話即係唔係食裝修，純粹食功夫。仲有一樣大家成日講，難訂位，會員制再加名人捧場，令成間餐廳自帶一種神秘光環。簡單講，你未必入唔到去，但你會覺得自己未夠班入去。結業消息一出，唔少老饕都話可惜，甚至有人形容係一個時代嘅終結。不過故事未完，因為星哥其實冇退休，只係轉場。之後會去北角匯一間叫文華軒嘅中菜館做顧問，負責設計菜單同指導廚房。即係點？即係由主角變幕後大佬，由親自炒鑊變成坐鎮指點江山。某程度上都幾符合香港職場文化，年紀大唔係退場，係升級做軍師。有熟客都講明，只要星哥仲喺廚房背後把關，就算唔係私房菜，都會繼續支持。呢句其實幾有意思，食嘅未必只係菜，仲有一份信任同情懷。講到尾，呢單新聞其實都幾香港縮影，一方面係匠人精神，幾十年功夫，另一方面係現實壓力，租約一到就要講再見。有人話可惜，有人話時代轉變，但最諷刺可能係30萬一餐飯可以創造傳奇，但一紙租約就可以結束傳奇。各位觀眾，如果有一日你發達，記得唔好淨係諗住食貴，仲要諗下有啲味道未必等到你有錢先食得到。記得點讚、訂閱 He Observe True 同撳埋鐘仔，你嘅支持對我哋呢個新聞頻道非常重要。多謝收聽。